综合报道。再来看花莲偏远的山区哦，常常拢有人乌白变粪扫哦。环保局拍算要来针对劣管业者的车辆，要求爱装 GPS 卫星定位的设备，要24点钟来监测讲敢有违规。 这是花莲寿丰乡193线的山区结果，因为所在较偏僻，无啥人，常常和不法分子乱倒粪扫，而且拢是规车再来倒。另外一寡海边啊，或者是悬山，也有同款的情形。不过特别拢掠无人，也会派人来清，村里长拢真头疼。常常巡视里内都发现，在比较角落的地方都会被偷倒垃圾。那有家用的，也有事业废弃物的都有。主要还是要看业者自己的良心啊。根据环保局记载资料，这款粪扫差不多拢是需要废弃物，一般拢是委托环保清运公司处理。因故有不法的业者无想要付钱处理，就四处乱倒，所以这么要求合规清运业者的车，拢要装 GPS 卫星定位。我们目前列管的业者70多家都有装，那就定期我们每个月环保署那边系统会跳异常，那就会去筛选跟购集，去符合跟比对交叉比对，说它的来源跟它最后的末端是去哪里。 环保局讲，因为担心也是有不法的业者会将规批化作烂山，用其他细台车乱倒，所以也伫咧热点装做是监控甲稽查。若是发现非法清运或者是非法乱弹的情形，将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的规定，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当并科罚金1500万以下罚款。因若委托人也要负连带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白气流。